其实大多数的人拢反对啦，想会互家己的囡仔伫咧高空伫做事，对无？袂使有酒高症，嘛爱吃苦耐劳啦。做这道的好处就是，你拢看会到人看袂到的风景，4、5点就准备要做事啦，你就伫咧机舱顶头看日出。我们这是树哦，为头前看都是1号机，1号机往南吼，总共吼有14台，海边啊，拢树林内底，海边啊拢做侪迄候鸟，吸引迄蛇来遮捕食啊。伊讲的厂商有拄着讲啥物迄偌大只嘞安尼，讲啊拢足惊人的。我为吼15年前吼，我就入台电啦，就是来遮起风机。起风机吼，为起到即摆，就变成讲家己去做维护啦，嘿。绿色隧道哦。阮台电即摆吼，主要风机吼，主要有169支，像我负责的都有86台。工作流浪吼，一般就是2个人在行走安尼。好 ，OK。这个78米，你若除以一顶楼啦3米来讲，等于20几楼的迄个宽度啊。电力系统如果故障的话，你要起来检修，就是变成你爱用人工爬起来安尼。所以拢袂惊悬哦。袂啦，袂惊悬啦，惊悬做这就危险啊。叶仔片伫咧洗的时阵，伊会去互风飞沙伤害到咱的叶仔片。比如讲，船顶头迄支圆机就是拢是油嘛。你若垃圾若甘济了，因为伊这3支叶仔片，伊其实拢爱配重的。伊只要有一支配重若走去，也是讲较重，伊伫咧运作的时阵，就会造成问题。因为伊咧运转的时阵，转速足紧的，风安尼直甲灌去，有可能会造成这支叶仔片规支破去。现主是咱即摆的所在是伫咧风力发电机的机舱内面咱即摆头前看会到的头前是叶仔片的迄个金波。这粒是伊的风机的变速箱啊，看会到的，这个卡路其实拢无改好，CP 的转动拢会产生足多的烧气，甲加上热天的时阵日头咧晒，耐得住高温的迄个环境。一般阮若咧修理 CP 的时阵较重的物件。譬如讲30公斤、40公斤以上，阮就拢会用吊车来吊。吊车下底就是一个开口。如果来讲机舱有发生一些紧急事故的话，人员要临时要撤退的时阵，嘛像阮头先嘛是为这个所在，做一个垂直吊挂的动作安尼。好 ，OK。咱台湾叶仔片维修就是伫咧3月到10月，因为这个时阵伊的风会较稳定。因若是做内底保养的，这落天气你内底就艰苦啊，因为规个翕条的。问题阮外口做事就是爱晒日头晒规工啊，阮起来一抓拢爱几啊点钟才会落。这会较艰苦就是。后面先到上船咯。哦 ，OK。世界潮流趋势就是走绿能嘛，刚开始可能会比较辛苦，我们先把路铺好，一直愈来愈进步。咱台湾都一定要有家己的自主发电的一个能力，安尼就是咱的再生能源。